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喺頒發呢個最佳服裝造型設計獎項之前，我哋有個好重要嘅任務喎，係先公佈呢個最佳衣着嘅得主。而今屆最佳衣着獎將會由我以及普賢眼鏡行政總裁夫人李茂琪博士一同擔任評審。今屆嘅最佳衣着獎得獎者係杜德偉先生，以及惠思雅小姐。兩位將會獲得由耀目贊助送出嘅時尚眼鏡禮品一份。恭喜晒兩位！兩位，麗英、Mandy， 嗱近期咧就好興女團啦。頭先我行紅地氈嘅時候就諗，如果我哋3個做一個女團，咁啊團名叫咩好咧？唔使諗啦，我哋就叫三高。嚇？你邊忽高啊？哦，咁因為我夠 sweet 啊嘛，所以咪血糖高咯。啊，咁都得啊！啊，咁我血脂高，因為我中意食雪糕。我聽你兩個繼續講落去咧，我真係血壓高。咁齊晒啦！大家好，我哋就係三高。各位導演，揾我哋票房就一定高。咁其實演員生得高咧，都好蝕張㗎喎，衫都難揾啲啦。所以咧就好靠一班勞苦功高嘅服裝指導去幫我哋設計造型啦。我哋而家一齊嚟睇下提名嘅片段，睇下邊個造藝高。榮獲提名最佳服裝造型設計包括文念中、蘇俊恩、他年他日。你好，薯仔叔叔，請你食媽媽整嘅雞蛋仔啊！蘇柏傑、黃執、風林火山。我夠力揸槍啊！我第一個懟冧你啦，算盤佬。諗唔到，最快你知。張兆康、尋秦記。好，入飯。食飯。食飯。吳李路、張元龍原案。是否有草菅人命之嫌？我告訴你，我們是警察，整個黃埔乃至整個上海市市民的生命安全是我們來保證的。黃寶儀、淑夢。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服裝造型設計得獎者蘇柏傑、黃執、風林火山。蘇柏傑、黃執兩人首次入圍最佳服裝造型設計，就成功奪獎。
大家好，我叫蘇 Mac。咁首先我好多謝 Juno， 多謝金像獎，多謝 Juno 帶我入電影世界，因為我覺得《風林火山》呢套戲好特別，係有幾百個臨演，有好多個寶藏級嘅演員去 style 唔同嘅角色，好好玩。但係呢個獎，我覺得最緊要係多謝梳化服團隊，因為我覺得電影從來都唔係一個獨腳戲，佢係一紮人喺度切磋，每日炒啲嘢出嚟，炒埋一啲好嘢，大家切磋緊。所以我覺得呢個獎係屬於佢哋，因為佢哋每一日都好辛苦喺個雪山上邊，啲腳趾凍晒。同埋當時我好驚收到電影單，因為 Juno 每日都加嘢，每日都改嘢，但係佢個美學係令到大家成件事出進到去一個101分嘅感覺，所以好開心攞到呢個獎。多謝梳化服，佢哋一定要一齊嚟掂下呢個獎到時。另外我最緊要都多謝我屋企人，爹哋、媽咪、妹妹，身邊所有好朋友，同埋我多謝衛詩啊，因為上年多謝我鼓勵我。多謝 TK， 多謝阿 Bob， 多謝 Cici， 多謝阿 Van， 多謝 Ferwa， 多謝 Ryan， 多謝 Queenie， 多謝我團隊。呢個係 Uma， 我哋第一次喺電影裏面加入咗時裝設計師喺呢個電影裏面，交俾佢。你講 Uma。我幾乎什麼都沒聽懂，不好意思，對，特別開心得到這份肯定。那我非常感謝 Juno。謝謝香港金像獎，謝謝我的團隊，謝謝。